谁？是我。滚出来！出来！大胆！本王乃当朝三皇子灵齐王，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琴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贤琴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青柔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，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唉，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煩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，谢公主。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